台北市73间的高中只有6成1有设性别友善的便所，教育局是希望讲3档内一校拢至少有1间哦。也毋过有性别友善的团体调查是发现讲，有超过8成内的性别友善的便所，只是伫本地无障碍便所，佮加一块性别友善便所的牌仔尔。伫无障碍便所外口的牌仔，佮加挂一个性别友善的牌仔，就变做高中校园的性别友善便所。有民间团体调查台北市11间的学校，拢总有30间的性别友善便所，敢若4间是有符合标准的集中型友善便所，其他26间拢是无障碍便所加挂牌仔起的尔，比例有86%遐尼悬，引起民团的疑虑。跨性别的同学就有提到说，像这样子的无障碍厕所加挂牌的状况，其实会让他们在使用上也觉得比较有负担，或者是不自在，因为他们也担心会影响到障碍者的使用权益。民间团体解说讲，集中型的性别友善便所，就是学校另外起的便所，内面有坐起来尿道顶无共类的马桶，而且每一间拢有隔间。不过，有学生指出，虽然学校有集中型的性别友善便所，不过无照顾的品质，使用起来真不安。我们学校有一些厕所是在一些比较老旧的建筑里面，那它的隔板其实是相当的矮的，只要稍微比较高的人，然后手只要垫个脚尖或者手伸过去，他就可以摸到隔壁间这样子。另外，调查嘛发现有真侪高中生捌使用性别友善便所说服同学笑的经验，嘛有大部分的学生唔知影性别友善便所设置的所在。民间团体认为校园的教育宣导无够，希望台北市教育局提出改善的方案，促成性别友善的目标，保障学生的权益。记者陈阿双、柯敏哲台北报道。